嘉义县摕到中央发的19000张 AZ 疫苗，按算对6月19开始，甲8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。不过有一寡医护人员、甲防疫人员目前也未注到，所以今早起卫生所提早安排这寡前线的工作人员赶紧来注射。嘉义县慢性病防治所13早时就开始有人等要做有风射。嘉义县摕到中央分配19000张的疫苗。第15这日特别15岁以上的时段注射进前，新来替第1类到第5类也未做的人来注射。第一线的远警同仁啊，站在高风险的一个协助执行防疫的一个勤务。那我们特地也配合卫生局的一个通知，那今天在安排在假日期间呢，通知说我们的同仁来卫生相关的一个指定处所来施打疫苗。县政府表示，伫水上乡的确诊案例中，若有确诊者唔配合医疗，甚至阁有带伫咧防疫旅馆的隔离者逃走出去的代志。虽然拢有用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开发，但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甲警方工作确实有真悬的风险。全国的警察染疫的，那被确诊的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，或者是因为跟确诊者接触而被隔离的，也有这样的案例存在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防疫的这个第一线我们应该先保护起来，那未来整个防疫的工作才能够顺利推动。卫生局指出，15开始就要替85岁以上的时段来注射。卫生所会开始通知，如果交通也是行动无方便的人，卫生所嘛配合村里长到厝内替时段做，尽量让有登记要做疫苗的时段拢做会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